记。好，今仔日要来谈台湾歌谣吼。顶回吼，即个内容是，我后来详细看即个日文的歌词即只吼，确定讲伊顶回即个内容其实拢真正是拢咧学了迄个日本总督啦吼，毋是中国的总督，是日本的总督吼。伊当阵大清嘛，毋是叫总督，大清叫做顺府啦吼。好，咱继续看咧吼。今仔日要头前这读的这只吼，我要安怎放较大？都无法度放较大。伊这只是有写，顶头有写讲，这今仔日要读的是一寡，可能是共雷美啦吼。看人安怎骂人啊！即只警茶巴肚会大个吼，我毋知影为虾米伊后下底有解说啦，但是我看无介有吼。警茶巴肚会大个。好，今仔要来看第一首是。边翁边婿要经地吼，这是经地。过来是放掉细囝挖大，这是客，但是这是啥物意思？看无吼。望要地行讲大客，来知来教无半个，即只大汉字写大哥，但是伊个音飘大家含即个大客共音，所以我毋知影这啥物意思吼。西乌多尼阿兹克。OK， 边翁边婿要经地，放掉细囝活大家，望要地行讲大客，来知来教无半个，看无？好，后一条是当代少年人，就是嘛少年人的啦吼。咱来看安怎嘛吼。红菜开花话拍讲，拍讲恁知无？拍讲就是空心啦吼。拍讲。PHANN 第三项，拍讲。伊无偏音哦，拍讲。
大哩大书店拢无。我查一下这，拢无。啪！声调敢会写毋对伊？拍讲。第三声变第二声对啊？啊是这？嘛无。改第四声。看一下日文的解释是安怎？花を開くもつろうの野菜。雲つろうの雲つろう。我查一下雲つろう。雲。雲つろ。雲つろの雲つろ。嘛不，找无。有字路是希哈路，就是空嘛吼，就是中空了吼，哈路。雲之路。雲是啥？雲是雲吗？雲之路。暗彩开花为拍讲，就是有字路，就是拍讲吼。我毋知影为虾米书店虾米拢查无吼。我袂记个，甲你 make a moderator。OK。歹势，毋是暗彩吼，应彩啦吼。应采开花为拍讲，当今少年电碰风吼，基础起嘛吼，基础车主别人饲，出来画，这是干哪读？滚哟！带细鱼，画什么？带细鱼，所只目卡克を買うとほざく。出来画滚，带细鱼。来，这段我搁读一遍吼，这条我搁来读一遍。应采开花为拍讲。当今少年电碰风，伊是旗嘛，吼，基厝车主别人饲，出来画滚带细鱼。这字卡那我袂晓念吼。对，这字卡那是片音啦吼，滚，吼，滚。
出来画棍带细伊。画棍什么意思啊？伫歌仔册内底足侪词，伫家己电拢找无吼。画，HOAH 哦 ，KUN 棍。无，因为这声调我可能拍毋着，因为我毋知伊要读做画棍还是画棍。啊，你这日文版佫无标声调，所以我无法度摇袂出来吼。出来画棍带细伊，应采开花，应采知啦吼，应采空心菜。真正有人叫做甕菜，我是毋捌听过啦，听应菜较济啦吼。应菜开花为拍讲，应菜本来就拍讲啊哦。应菜开花为拍讲，当今少年电碰风，其厝妻子别人饲出来画棍带细伊。我咧看日文的歌词，无解清楚吼。好啦，读后一条啦吼。就叫亲娘车倒椅，四面要摆酒后砥，手举艺箸就摆起，四向汤匙摆八支。就叫亲娘敲倒椅，往脑用地，好死！这个桥应该是桥吧？就叫亲娘桥倒椅吼，桥着刷倒椅吼，四面要摆酒后砥，酒后砥，酒后知啦吼，啊砥就是小盘子。豆油砥啊吼，是免啊砥，是我声调佫拍毋着。哦，即个砥啊砥啦吼，第八声读做砥吼，堆豆油顶顶的细盘啊吼，豆油砥吼。砥啊砥啊嘿砥啊吼，豆油砥啊，啊这是酒后砥吼，四面要摆酒后砥，手举艺箸就摆起，四向汤匙摆八支。
规条歌你唱啥是知啦，但是我毋知这用意啥。就桥倒椅摆酒倒就对啦吼。好，后一条，也有李咸甲瓜子。哦，所以伊这是规条连续啦吼，含头前即个做一个爱做一个看就对啦吼。因要带细姨嘛，所以就叫亲娘车倒椅，四面要摆酒后滴，手举艺滴就摆去四方，汤匙摆八支，也有李咸甲瓜子吼，这来桌顶有这啦吼，有这菜，有这点算若四手啊咧吼，金蕉、甘蔗、豆四滴吼，就请君姨坐大位，这君姨是啥物人啊？先啊哦，是阿兄，就请君姨坐大位，灶骹烧酒，灌来，这是安怎读啊？灰。这一点可能是垃圾啥吼？灶骹烧酒，灌来饮。但是这个骹若是灰，什么意思？是啉的意思，但是看无吼。骹若毋知你飘什么音，看无。好，头出来是菜宴，菜宴啊，歹势菜宴，菜宴应该有人知。宴，菜宴就是是种食物嘛？对，伊讲是人造燕窝安尼，我是毋知，我对这无介绍吼。羊粉，菜宴伫倒位啊？遮寒天吼，寒天石花菜订做宴灶，叫做菜宴。若无解释的，我看觅啊，菜宴。遮我猜有。无搁较深入的解说 ，jelly， 看一下图。OK， 这道菜其实我小汉咧食，我无解清楚吼。OK， 头出来是菜宴，菜宴烧烧摇烟，灶骹总铺煮便便，叫哥来食毋免签。签是啥物意思？我嘛无解清楚吼。OK， 这今仔日咱自头读到尾，其实拢是规个就是连续的吼。
讲即个少年兄哥要带细姨啦吼，对耕地遮开始啊吼，边夫边婿要耕地吼，放掉细囝带大家，望要地行讲大客来栽来到无半个吼，应菜开花为拍讲，当今少年电碰风，其厝妻子别人饲出来化棍带细姨。好，带细姨啊，所以后壁即是讲你办酒倒啦吼，啊头出来是蔡燕吼，蔡燕小小谣言，灶骹总铺煮便便，叫哥来遮毋免钱。灶骹是台语讲 kitchen 吼，厨房啦，即摆叫厨房吼，较早叫灶骹啦吼。总铺就是 chef。后一页，灶骹总铺煮便便吼，总铺师较早办迄个办酒倒吼，诶，总铺师大厨啦吼，过来是所以开始算啦吼，头出、二出、三出，无第四人个吼。二出出来咖喱鸡吼，即摆无面，即摆无焖吼，无焖，伊这是全油 Q。即摆无焖真湿肥，喙年得食中糜吼。中糜吼，毋是即是无共 Q 口尔啦吼。即摆人较惯是讲硬菜吼，硬去配吼。阮是讲糜吼，阮的 Q 口，东华 Q 啦，老泉 Q 讲糜菜吼。喙年得食，喙年得食啊，喙年得食中糜。甜到烧酒减一杯，三出出来当菜鸭，全是肉无头壳，叫个夜昏食话饱。下昏啦，歹势吼，叫个下昏食会饱，也有甜汤啉喙焦吼。二出来咖喱鸡，即回无焖真湿肥，我毋知影为虾米讲即回无焖袂真湿肥。喙年得食中糜，甜到烧酒减一杯，三出来当菜鸭，全是肉无头壳，叫个下昏食话饱，也有甜汤啉喙焦吼。五出来，鲍鱼肚，鲍鱼切来真大颗，阿兄无去着网捕，请这总铺真糊涂吼。意思是鲍鱼切甲遮大条吼，无喙齿通捕，恶捕啦吼。9:55，敢有啥物问题？其实有问题我嘛无法度甲你回答吼，因为我嘛是半看半摇啦吼。好，咱搁继续看来吼，看今仔日咧办倒吼，43。第六盘菜吼，六出来是杏仁，下昏食酒较有亲，食要离咱通做阵，
紧灌烧酒，甲果停吼。落出来是行人，下昏食酒较有亲。食要离咱通做阵，紧灌烧酒，甲果停吼。甲食啊，就无安尼。过来是新娘啦吼，唱这新娘的歌谣。花优美，花优美，知己朋友，结婚。喜人新娘的款吼，咱来看觅啊。面抹水粉白茫茫，顿点胭脂一点红，两粒年仔双对。10月怀胎暗爽爽，还是暗撞撞，嘿，暗撞撞对嘿。面抹水粉白茫茫，顿点胭脂一点红，两粒林仔双对，10月怀胎暗撞撞。好，继续看咧，44。大席点来满厅红，双脚踏入新娘房。大席点来满厅红，双脚踏入新娘房。新娘当过双手旁，亲像用装抱两人，用装抱。花の小町に何ひら男。用装抱是啥物人？杨家将内底迄个吗？但是 ，OK。新娘双手下落家，通比早前张公艺，九世同居真富贵，名声传得满天下。吼，张公艺毋知是啥物人吼。新娘双手下落家，通比早前张公艺，九世同居真富贵，名声传得满天下。吼，头戴凤冠珍珠梨，吼，这是梨。身穿红袄共芳丝，手戴玉环金手指，脚穿经话3寸二，吼，就白脚啦吼。OK， 无啥物事特别来解说啦吼。即个梨，梨，梨。房间出入口，随落来的
布篱、门篱，吼，叫做篱吼，门帘呐吼，窗帘，窗帘当然叫做窗仔篱吼，哦，门篱、窗篱。金珠梨吼，头伫凤冠金珠梨，所以是迄个凤冠头前有迄个金珠梨嘛，挂伫头前吼，那敢若门梨，那敢若窗梨安尼。身穿红袄共篷丝，手大玉环金手指，脚穿经纬3寸梨。你形容写这新娘啦吼。新娘的穿插，四弟顶对在两边，在两边啊，两边应该是两边。我拢爱去读这卡那，啊无我毋知这汉字要怎读吼。四弟顶对在两边，就是顶是用迄个油滴啊做顶嘛吼，滴啊堆油点好啦吼，油顶啦吼，四弟顶对在两边，较是鸳鸯对凤凰。凤凰生的是玉女，玉女生的状元郎，这是太婆吼，有一个玉字。这是读做地啦吼，卡那写做地，但是读起来怪怪吼。凤凰生的是玉女，玉女生的状元郎。到这新娘唱煞，这是莺仔歌，莺仔歌集览，莺仔歌解说。哟摩诺那摩诺的阿鲁亚卡尼莺仔歌。好，咱来读者啥物叫莺仔歌吼。要食好鱼，滚水墘；要伴娘仔，滚厝边。三不五时，通相见，通相见。较好分开见月时吼。要食好鱼，滚水墘咯。你若要食好鱼，就爱伫水边嘛吼，才有好鱼通食。要伴娘仔，滚厝边吼，就是你若要拍即个查某囡仔，上好是住伫伊附近就对，住伫厝边上方便吼。三不五时通相见嘛吼，较好分开见月时吼。再来是大鱼落土啊，尾话即字是啥物意思？我都不晓读吼。多大落大，大鱼落大，尾话新交娘仔毋真热，歹囝毋是讲先说。
艋舺花径大武烈，大鱼落大尾画谿。即个佫毋知影啥物意思吼。身高娘仔毋真热，歹囝毋是讲先说。即个我嘛看无吼。艋舺花径大武烈，看一下后壁日本鬼史。歹囝所咧甲贪的，台仔，台仔就是鲤鱼的款吼，台仔。哪会无？台。所以第七声吼，台仔鱼吼，台仔第七声台。台就是鲤鱼吼，红台。所以就是台仔鱼是鲤鱼啦吼。好，过来，咱搁住伫读书窗，蓝色赤袖伫南房，心肝爱来想无芳，想无芳。即汉字用即字含即字含伊个骹若飘音完全无关系哦。这是啥物人诶？我都通读会出来。心肝爱来想无芳，假意来遮找某人吼。OK， 新过14放水顶，落雨拍来弄洞坑起的坑，弄洞坑。用，这是用坑哦，弄洞坑，也着蓝色深色性，困求锁锁无路用。新过14放水顶，落雨拍来弄洞坑，也着蓝色深色性。哦，深色就是深色，就是诚深色，诚趣味啦吼。Very funny， 叫做深色吼，深色趣味吼。无深色就是无趣味啦吼。
热天落雪，这是例句吼。热天落雪，迄也真心色吼，真稀奇啦吼，真稀罕吼。第三，半趣味，拍心色，食心色吼，食趣味的吼。啊，所以也着蓝色心色兴，兴就是有兴趣的。比如讲，伊无兴食的吼，即个兴。无过一个哦，兴嘛吼，兴就是兴趣。例句：兴头吼，有兴就是有兴趣吼。有诶兴烧酒，有诶兴豆腐吼。兴查某，兴查某就是爱查某囡仔。兴插事吼，爱插代志吼，兴。所以台语讲兴，华语会讲啥？爱，华语会讲爱，爱管闲事，有诶爱酒，有诶爱豆腐，爱豆腐吼，爱查某，但是台语是兴吼，这翻译爱晓翻吼。OK， 也着蓝色心色兴，就是有兴趣兴嘛。哦，困求索索无路用哦，这拢是连落来吼。搁自头搁看一下吼，就是英仔歌看诶拢连落来嘛吼，就是要食互伊。滚水钱要伴娘仔，滚厝边三不五时通烧钱，通三件，通烧钱嘿，较好分开见月时吼，过来着大鱼落这毋知尾月一吼，新交娘仔毋真热，歹囝毋是，这其实我拢看无吼，放假花景大舞热。哦，过来就是咱哥住伫咧读书窗，蓝色赤袖在南房。心肝爱来事无芳，假意来遮找某人。新过10时放水顶，落果拍来人弄动牵吼，也着蓝色心色兴，困求索索无路用。我即两工拄好看到迄个。潘科元老师讲，即个动物啦吼，有尾溜诶，有尾溜无骹叫做爱用伊迄单位数字叫做尾，或者是马，迄是阮诶口音用口较叫做马。譬如讲，一尾鱼，一尾蛇，有就是有尾溜。无骹诶叫做马，你爱用即个单位数爱用马。啊，即马人吼，定定拢讲，用华语是一条鱼嘛，啊，伊着台语话讲规一只鱼。其实阮嘛毋捌安尼讲啦吼，无人咧讲一只鱼、两只鱼，拢讲一尾鱼、两尾鱼吼。啊，食是啥物食？就是讲。有骹诶叫做食，吼，所以一只牛、一只马，吼，一只羊，这拢是台语诶讲法吼。台语无啥物一头牛、一匹马，吼，即种讲法就是一只牛、一只牛、一只马、一只羊，拢是安尼讲吼。一只狗、一只猫，吼。啊，一尾鱼、一尾蛇。一尾鱼，一尾蛇，搁有啥？一尾虎溜，吼，即种诶，吼。忽然间想到啦，和大家分享一下吼。过来，咱继续读落吼。10点16分，风吹
古来古钱通，兄哥家己一间房，一暝困去又因梦，梦见锁锁咱两人。风吹古来古钱通，应该是讲迄通啊，是那敢若古钱迄种圆形的迄种的吼。好，咱阁继续看。因仔歌就是即种的。古钱形的通有无吼？砍头问名，问名好草地。砍头问名好草地，一顶面床困7个，中午5个得3客，双头2个得冤家。砍头问名好草地，砍头问名好草地，一顶面床困7个，中午5个得3客，双头2个得冤家。苦瓜开花，落地沟。北仓开马，甲一楼着。阿嫂生做白泡泡，正月改倒一庄头。改倒一庄头，但是我看无即个改倒一庄头即个用法，我毋捌听人安尼讲啊。苦瓜开花落地沟，北仓开马甲一楼。阿嫂生做白泡泡，正月改倒一庄头。因为我毋捌听人用即种改倒即种讲法吼。迷倒一整个村庄的人吼，意思是安尼吼。卡到塔拉贝鲁莫奈，看无？身做斗挂手鸳鸯，送要互哥来热场，摕出外庄人爱，这是唱吧？无才难扫下工场，身做斗挂，我毋知啥物叫斗挂咧。斗挂，无，我是毋是有读毋对？身做斗挂，对。拢无，毋知是声调毋对。身做斗挂手鸳鸯，送要互哥来热场，摕出外庄人爱唱，无才难扫下工场。10:21，搁看一条。
水饮过来啊吼，水饮开花白菜菜，白菜菜，风吹公马倒规排，嫂嫂毋知搁会呆，兄哥王啊换兄哥换这是死嘛吼，死着，兄哥换死转来，水饮开花白菜菜，风吹公马倒规排，嫂嫂毋知搁会呆，兄哥换死转来。关兰开花叶渐渐，海水转来较咸咸。为嫂挂掉大风险，较惨桃油跳石尖。这毋是桃啦吼，较惨担油跳石尖，这是担跳吼，华语叫跳这较惨担油跳石尖。稻仔出世叶青青，水龟出世控金钱。控啦吼，控就是镶钱，叫做控吼。镶金的意思。对啦，迄金包银有无？别人的性命还是空金搁包银有无？嘿，就是即个空金啦吼，就是即个空，所以水龟出是空金钱吼。水龟敢是空金钱？我无啥会记啊吼。水龟，敢若用水龟毋知查有无吼？毋是这啦，水龟是一种虫啦吼。叫做啥物？我则袂记，我则一时也袂记迄种虫的华文的名。无重要啦，反正就是一种水内底的一种虫吼，一种若敢若加蛇，像蟑螂大细迄种的水龟吼，出世空金鸡，稻仔出世叶青青吼，爸母生恁较无钱，出来罔趁通烧天吼，通三天啦吼。这到底是有和顶头前即条看起来敢若无啥关系吼。好，继续读落。7月初一，徛灯糕，艋舺城内到环婆。阿嫂甲哥有食好，倒来放开总是无。7月初一，徛灯糕，艋舺城内到环婆。阿嫂甲哥有食好，倒来放开总是无。身起草厝挂毛鸭，这应该是指毛鸭。这个入声字啦吼，这应该是查无啦吼，毛。
云歹势连读都袂晓读，毋知这是我汉字是读细毛，但是这看迄个飘这个卡呐，毋是毛的音吼。新起草厝挂啥物啊？新张大门，第八，这是单哟。哦，新张大门定背单，兄哥尽心扫毋捌，无猜兄哥真毋值吼。阿拉诺，おはどの音高く，心张大门定背单。我无理解为虾米大门定背单吼。艋抢鼓梁山寺，新街庙前大戏池。咱所做人真有义，咱当上好等候时吼，等一时啦吼，等一时吼，毋是好时吼，较若是伫时，等伫时吼。艋抢鼓梁山寺，抢鼓。CHHIUNN 抢鼓 KOU。超度众生的食了后分配供米，叫抢鼓。抢鼓恁知无？较早不定听着，即嘛即久无听啦。抢鼓吼，艋抢鼓梁山寺，新街庙前大戏池。咱所做人真有义，咱当上好等伫时吼。好，10:29啊吼，读到遮啦吼，49页。看后壁是毋是阁用啊歌足长的啦吼。好，读到49页啦吼。好，哇，今仔日读甲足硬斗，因为足侪词我毋知影意思，啊无人甲我补充，我嘛毋知要安怎。好，敢有人有补充的？我看是龙爸比写的吼。就是拄则例文迄部分，啥头前，迄语文讲爱查迄个。有字咯，我敢若拄则有看着嘛吼。有字咯，就是拄则是讲，库莫有字咯，就是讲迄个空的嘛，拍讲吼。OK， 好。无相关。我咧看你老的字嘿。迄搬牛仔。搬牛啊，嘿，滚厝边嘿，对，就是你写的迄意思。对，因为搬是台语内底讲搬烂吼，咱来看者搬，嘿，搬 POANN。盘吼，盘有11个意思啊，咱来看嘛。变本像基甸的这拢毋是吼，咱这人个买卖的代志，或者是种类。第4吼，外盘的生理做顶盘大盘的生理吼，这是买卖。
大盘、外盘、中盘、细盘、小盘。好，这人个买卖结束婚礼时，男方送予女方的12种礼物。第六，盘搭、办盘、轿前盘，吼，这即嘛人可能较毋捌咧讲吼。第七是移碗，水盘过碗也会消失，盘栽盘笑铺，天起来争论超越赢个那会无？这是盘喙饮吼。车盘 ，OK， 是这啦吼，车盘画盘袂得吼。盘烂，伊无，我看甘利电好。盘 ，POANN 第五声。嘛无，哪会连盘烂都无？POANN 第五声。我拢无迄个盘烂，我直接找盘烂哈。NOA 第二声，盘烂，哇，交际哦，交际周旋哦。交往交际，所以盘烂是即个意思。所以讲盘娘啊，就是 flirting 啦吼。好 ，OK。好，感谢马文甲咱补充，但是我嘿。马文，嘿，迄个第49页啊，第49页迄个有两句，就是第49页的尾啊算来第2趴嘛，顶是中尾趴就对啊。遮新张大门。伊讲身体草土挂毛压，我是要压啦，因为下骹是。对，新张大门定袂单嘛，所以伊迄尾啊一字应该拢是咧做动词嘛，单是出声嘛，啊若准讲迄个单啊拢是做动词，安尼迄个压字应该就是压树的迄个压，因为看起来就是讲伊身体的草处，伊迄个啥，嘛吼，就是迄种有诶是敢若杏草，伊讲茅草迄个就是压落来嘛，可能是毋是挂伫遐，然后甲压落来，所以迄个木字边迄个暗字我咧摇，因为伊诶骹若是写压字嘛，所以我咧摇讲伊迄个要扣伊迄个迄个算声母韵母，伊 A 嘛对无？一按嘛，后壁字可能是要扣伊诶 T 迄个韵尾入声尾，所以我咧摇即个应该就。压机压草机有无？嘿，对。你要安怎讲？我理解就是迄个是一个动作，因为对来看就是后壁是弹嘛，弹出声可能伊毋知啥物原因会弹嘛，因为定袂弹可能就是大声出来是安怎嘛，所以我是安尼要讲，伊的骹若是咧注迄个音标，迄个声音就对啊，只是
就甲对了阿权所讲，就是讲伊无声调，台语是声调语言，你迄个声调无去拄改话后壁，除非本正就会晓讲的，安尼可能佫摇会出来，你完全袂晓啦。毋知影到底要用倒一个声调，因为单拢有迄个音嘛，啊，只是有当阵你爱去扣讲，到底是单即个音甲头前的对答，还是单的甲头前即个来对答？啊，我即摆是看拄则恁咧查讲迄个，伊写的敢若是阿字，啊，迄个字当然我嘛毋捌迄个字是啥物货，只是讲，虽讲我也无啥物拍出来即字，啊，毋过我嘛毋知啥物货嘛，啊，毋过看即句来讲，我咧摇应该是压甲单安尼啦，以上。感谢马文兄吼，伊讲即个压字就是讲压手迄个压啦吼，啊当然代表来做讲压就是有折断的迄个意思吼，所以新气草厝挂毛压吼，就是压毛草来挂啦吼。新张大门定背单，就是新的大门弹了特别大声吼，定背单吼。OK， 兄哥真当然这头前是押韵用的啦吼，主要是后壁这两句。兄哥真心说毋捌，无猜兄哥真毋值吼。就为摕要押韵，所以头前这是摕两个代志来押韵啦吼。好，感谢马文。就咱马文讲的吼，就是讲，因为无飘这声调，有时啊。爱摇的，无实在毋知你讲啥，毋知你写啥吼，因为汉字有时后白写吼，含迄个音拢对袂起来。啊，这算袂歹，佫有卡若飘音哦，你着直接真正去现咧歌仔册，真正是全汉字。啊，有时啊，你真正毋知你写，毋知要读对一个音啦吼。我毋知即嘛有人咧飘迄个歌仔册音吼，有专门人咧注迄个歌仔册迄种字通看无吼。啊，有得报一个吼。好啊，爸咪，敢有啥物问题？若无咱就来开放。今仔日或者拜一，明仔载应该是无法度，可能后日才有法度继续读吼。好。好，安尼好，感谢各位来斗阵来读歌谣吼。好，安尼到遮，咱来开放，多谢大家，祝大家今仔日快乐吼，平安快乐。再会。再会，拜拜。再会，拜拜。